即係我哋打坐對桃花有冇一個作用啦？其實係有嘅。尤其是個心，我哋個心咧，即係呢個位心輪啊嘛，心輪係代表愛嘅。咁我哋首先咧唔好以一個匱乏嘅能量啦去諗啦，即係日日都要諗幾時有啊，幾時有啊，幾時有啊，咁日日喺度問嗰啲咧，你係散發緊一個匱乏嘅能量，即係話我冇桃花咁解。一個豐盛嘅人啦，就係乜都有嘅，無論係金錢啦、生活啦、桃花啦。咁所以咧，你要先處喺個豐盛嘅能量，咁你要先想去感受到愛嘅話，你要先去當係一個未來預演，你個身體 OK， 我預演一次同人哋戀愛、接受愛個情況、個狀態係點樣嘅 train 咗你嘅身同心一次先，即係好似一個未來預演咁樣。原來有人錫係咁樣嘅，即係當你個心咧慢慢打開嘅時候咧，你會慢慢你會發覺咧，你接受到更加多嘅愛係會湧入嚟嘅。因為有啲人咧，佢喺潛意識裏邊咧，佢真係認定咗自己係單身一世。可能過往有啲命理師傅話俾你聽，你一世都唔會結到婚，你呢一世咧都係單身，或者你都係孤獨一世呢啲。我身為一個命理師，我會勸你唔使聽 ，OK？因為當你真係去俾咗力，去定咗型，我嘅劇本就係咁咧，我冇辦法，即係冇辦法去幫你嘅。命盤只不過係一個可能性，只不過係一個劇本嘅某一個方向，唔代表係必定性，唔係必然性。命理啊、數理啊各樣嘢嘅劇本絕對有，但係我哋係咪一定要係差嘅事情，我哋繼續俾力量、俾能量去相信呢樣嘢，即係洗埋自己腦，好 believe 呢件事，咁我覺得係唔啱咯。咁所以咧，就如果單身嘅你，即係你好想去拍拖，你先唔好認定咗自己一定係單身一世先，你要去夠膽去諗我係會值得擁有一個好嘅人去錫我嘅，咁呢個就係一個好嘅開始。咁然之後再配合埋你擺嘅桃花陣啊嗰樣嘢咧，只會更加有效。咁所以咧，你可以嘥呢10至15分鐘啦，去諗一諗，即係呢個位散發一種綠色、粉紅色嘅光，包圍住自己，然之後咧將你嘅愛，即係呢種光擴散出去，先包圍住成間房，再擴散到成個大廈、成個城市，可能總會有人聽到咧。